呢匹5歲紐西蘭馬翠湖烈風，今季由賀賢操刀，評分由43分起步。首戰就係跑馬地草地4班1200米，艾少禮孭住118磅出擊。佢由2檔出閘，起步算順利，早段留守內欄後方，慢慢等機會。去到最後400米，佢開始喺內欄加速，200米仲落後2個身位，但最後爆尾段跑出1比10.09全場最快，末段23.53秒，硬係壓過紅錢道，拎到第1名衝線。爆炸符號雖然步速偏慢，但翠湖烈風用留後跑法都可以咁爆，真係幾突出。賽後報告話佢起步時有少少斜跑，仲俾人撞過，不過冇影響到佢贏馬。再加上投注市場落飛，獨贏由高位跌到5倍，最後真係有人贏到笑到合唔埋嘴。水晶球日後分析翠湖烈風已經顯示成熟，跑法靈活，留後都得。以佢今季表現，喺賀賢手上應該仲有進步空間，未來有機會再贏多場，甚至挑戰更高班次。中檔就過關勇士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透出去紅前道，中間亮寶追緊佢，外邊仲有添開心，入邊加入戰團嘅翠湖烈風，接近中啲翠湖烈風贏啊，紅前道第2，第3名係中檔嘅亮寶，同埋中間添開心啊，需要影相啊。結果今場賽事翠湖烈風傷愈復出啊，咁啊都係貼欄慳咗位，喘入邊上贏馬。放頭嘅紅前道第2，第3亮寶，第4名。添開心嘅機會似乎高過後上不及嗰隻建測精英啊！好啦，臨尾就飛格得手啊！呢隻翠湖烈風啊5倍，第2名紅前道，第3啊亮寶，第4添開心。哇！啲飛真係好犀利喎，翠湖烈風。嗱，前幾場啲格仔啊麻麻地嘅，呢場呢條 Q 啊80倍跌到落24倍開跑。不過兩隻即係頭2馬都。另一邊廂，7歲澳洲馬光年80今季轉倉去貴福特馬房，評分由61分起步。首戰就係沙田草地3班1400米，希威森孭住117磅出擊。佢由9檔出閘，順利移入2達馬群，早段就跟前。最後400米仲同鑽石星空一齊帶離群區，200米一度出頭領先，但最後俾白鹿金剛追過，跑出1比21.48，末段23.57秒，只能以第2名過終點。雖然輸咗，但表現唔差，尤其係步速偏快嘅情況下，佢都能夠頂住。水晶球日後分析光年80轉倉後狀態回升，跑法偏向領前，遇到快步速都唔怕。雖然今場輸俾白鹿金剛，但表現有水準。未來如果遇到慢步速，佢更加有機會首度頭馬。以佢年紀，可能唔會再大突破，但仍然有力爭取久違嘅勝仗。人人有如九九為君啊！尾三內欄新力好，後邊呢就係呢隻榮進大道巴閉仔啊！最後直路啦，鑽石星空撳住呢，似乎仲有響手啊！光年80就開始進行挑戰噶啦，中檔位置上有馬達啦、超勁赤兔啦，外邊白鹿金剛亦都追啲，再喺入邊上嚟噶嘛，仲有隻新力好啊！最後100零米，光年80佔先啊！白鹿金剛踏着咗啊，話過就過啦，後邊仲有隻超勁赤兔啊，接近中啲白鹿金剛收腳打搭贏啊！跑第2名光年80，超勁赤兔就第3，第4名係咪有機會榮進大道呢？咁同嗰隻進翼快車九九為君需要影相啊！結果呢隻白鹿金剛咁啊移出去中外檔呢，都不費吹灰之力咁樣打搭贏啦。跑第2名光年80，超勁赤兔第3，第4名要影嘅，中間衝咗上嚟紅眼罩榮進大道，埋邊紅帽藍衫進翼快車，外邊8號係九九為君啊！升班馬王賠率先贏一隻係白鹿金剛，喺度輕鬆收姜贏嘅。潘頓第1 win，跑第2名係後尾都唔係後尾㗎啦，大家。